世界上有一半嘅人口都係情緒權威嘅，意思即係話需要喺等待情緒平復過後先至適宜做決定。好多人類圖初學者會誤以為唔俾自己有情緒就等於係情緒平靜，但係其實擁有情緒權威嘅人呢，反而需要允許自己完整地經歷情緒嘅光譜，咁樣先能夠咧作出最正確嘅決定。以4130辨識通道為例，呢條通道亦都稱作夢想家嘅通道。基本上人類之所以能夠進步，係因為呢一條通道。Ra Uru Hu 話，人類除咗有溫飽嘅渴求之外，仲有嘅就係對經驗嘅渴求。到底呢一座山後邊係點樣嘅呢？到底火星上邊有冇生物呢？人類之所以會不斷進步，就係因為會追逐呢啲白日夢。嚟自根部中心嘅41號閘門會產生壓力，令人類渴望想要尋找嶄新嘅經驗；而通道另一端嘅30號閘門則會帶着熾熱嘅慾望，等待接通41號閘門之後，可以沉浸喺各種情緒當中。你嘅人類圖上邊情緒中心有冇着燈呢？你又係咪情緒權威？Soulmap 新一輪嘅人類圖一階網課又開課啦，大家可以喺以下連結了解更多。